嚟緊呢就係中秋節啦，只要你答啱呢條問題，我就即刻送呢盒龍島月餅俾你。10月6號， 10月6， 10月11， 10月6號，啱咗啊！恭喜晒！佢哋手上面呢盒龍島花神月夕中秋月餅禮盒係咪好精緻華麗呢？裏面有齊2款皇牌奶黃流心月餅同朱古力流心月餅，仲有原味蝴蝶酥、伯爵茶蝴蝶酥同6款唔同口味嘅朱古力，樣樣有齊，一家大細都一定中意啊！另外呢盒花庭月輪朱古力同曲奇禮盒就有齊士多啤梨馬卡龍曲奇、蔥油蝴蝶酥、2款黑朱古力、黑朱古力榛子、伯爵茶杏仁脆片，送禮份量啱啱好。最正係龍島仲推出咗中秋限定嘅散裝朱古力，推介杏仁脆米朱古力同荔枝爆炸糖乳酪黑朱古力，口感超級過癮。托福讀者有着數，只要留言講幾句中秋祝賀說話，我哋即刻隨機抽7位讀者送一盒龍島花神月夕中秋月餅俾你。中秋節快樂！